这是咱相甲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14章21节到23节。耶稣，咱看荧幕，《使徒行传》14章，咱对21节看到23节，现着我来读。21节，已经传福音伫迄个城。互侪侪人来做学生，就倒转去罗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，坚固学生的心，劝因常常点伫信。佮讲，咱着对侪侪艰苦来，因伫逐个教会，甲因设立所敬的祈祷，就将因交托伫因所信的主。以上。即是咱要请陈牧师来讲道，伊所要讲的是，咱是长老教会，我们是长老教会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要听阮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对年头的看顾，甲年尾的祝福。上帝，你互阮凡事平安顺利甲亨通。上帝，阮也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长老教会中间，成做上帝你的儿女。愿上帝，你搁一摆，互阮会当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知影阮伫教会中间，互阮知影超找上帝，你互阮人生的旨意甲努力的目标，所要跑走的方向。主啊，也愿上帝祝福，通过你的话语，互阮得到智慧甲帮助。愿献上祈祷、恳求、感谢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伫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恭喜，以马内利。好，甲你隔壁兄弟姊妹讲，新年恭喜，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地，好，上帝甲咱伫地。好，所以咱伫新的一年的中间，上好的祝福就是上帝会当甲咱伫地，互咱凡事亨通，照上帝所爱的旨意来行。感谢上帝陈牧师甲咱教会有25个开拓的同工对2年前开始来开设即个开拓即个加根福音中心，伫今年嘛诚做加根教会有真侪咱的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的参与、带导，甚至奉献甲关心来支持，所以加根教会有伫进步进步的中间。伫顶礼拜，礼拜人数大人囡仔已经102个，102个，所以是有真受到大家的努力甲支持。总是加根未来的目标，犹原就是要来升级，成做同会，就是要伫咱嘉南教会明年50周年的时阵，加根嘛会当来升级做独立的同会，也来回应咱长老教会总会的新培甲。一领伊的即个意向甲目标，所以除了人数爱增加，伫即个服侍当工质跟量都要来成长，都要来倍增。总是伫即个开拓中间，也互阮有真侪学习。特别头一项就是感觉讲，咱需要有即个服侍当工，对教会中间，毋是人多就好，爱有服侍会当做工的人，工人爱有够。所以真感谢咱的教会，有3位的长老。准有长老、香林长老、彭辉长老，因的家庭拢参与伫即个开拓的即个事工的中间，也通过嘉南教会真好的传统，互即个加根会当来延续传承，咱即个教会的服侍。总是第2项嘛，有感觉真侪新来的会友，也是拄来教会长老教会遮的兄弟姊妹，因对长老教会也毋是真认捌，所以讲长老教会。敢若拢是咧讲台语，也是长老教会拢咧关心政治，所以对长老教会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更较清楚的了解甲明白。总是咱的长老教会甲其他的教会，毋知影你若有人甲你问的时阵，你安怎来回答讲恁长老教会甲灵粮堂有啥物无共款的？长老教会甲浸信会有啥物无共？伫咱的法规中间，长老会法规中间，真清楚来写着。咱的教制，长老教会教制分做牧师、传道师、长老甲执事。有画线即个所在，我请咱大家你若看会到，会当甲我做伙来读。长老与执事是上帝所选召，
由教会信徒从敬虔、有名望，并受圣灵感动的会员中选出的代表。所以，咱的长老职事是受选对咱的会员中间。咱今日召开会员大会，咱拢是一个会员，好，咱做一个会员，好，咱毋是敢来开会若定，好，也是讲咱来投票若定，咱是爱来尽咱会员的责任，好，除了选出长老职事，咱嘛爱来了解，互咱教会的事工，互咱教会好会当甲长老职事，好，甲牧师会带领以下。带领下面，好，咱会当来兴旺福音，会当将教会的事工来协调。另外一位即个法规嘛讲到，牧师嘛是长老，牧师是专门伫即个教师的工作的长老。好，所以伫咱长老教会教制中间，牧师甲咱长老平大，毋是牧师较大，长老也是有诶讲长老较大，是牧师甲长老安怎？甲职事，甲咱的传道师拢共款大。好，毋是牧师上大，好，所以牧师是做上帝话语的即个奴仆，好，就是爱昆读圣经，然后伫主持小会中间，甲教会小会长老做伙来治理教会，好，所以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有真好的传统，好，就是咱是长老教会，伫即个长老教会中间，好，要培养一个长老，实在是无简单，伊爱做职事2年以上，伊爱伫教会爱有好的名声。爱有信心的感动，受人的拣选，伊嘛爱愿意，嘛爱拨时间。总是真侪伫家根拄来会友，对长老教会无完全的认捌，也望咱会当来明白，咱的长老教会。我对圣经中间，来看去讲，原来长老教会毋是咱即马宗教改革加理文迄阵才有，其实早伫旧约中间就有真侪长老的记载。上早伫长老的记载，伫创世纪的50章第70个所在，伫规个中间的长老有3种的身份。头一种是统治者，伫咱的长老教会英文是 Presbyterian Church， 咱即个长老教会长老是对希腊文 Presbyteros 即个字所来，伊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年长的人，伫出埃及，伫即个创世纪。约瑟做埃及的宰相，伊的老爸雅各过身，所以法老就派伊的大臣，甲派伊厝内底长老，甲约瑟做伙去来埋葬伊的老爸约瑟的老爸雅各。所以长老伫迄个中间的意思呢，就是一个统治者，甲法老做伙来统治。所以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真侪拢会想讲长老就是长老头，做长老就是爱管东管西。确实，伫长老过去的意思，是一个统治。总是呢，上帝的意思是爱人，即个长老呢对人的国、地上的国，带入去上帝的国。所以伫出埃及记第3章，摩西伫何烈山顶头看到刺皮火火烧，无歹去。上帝为予伊一个异象，嘛予伊一个使命，就爱来带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。所以上帝甲伊讲，你就爱来带我的百姓出埃及。摩西讲伊无法度，上帝讲我有予你的阿兄亚伦，甲有遮的以色列中间遮的长老，伫埃及伊嘛将即个长老的制度带伫即个犹太人的中间。总是上帝也使用即个地上人的制度长老。互因有一个负担，成做一个领导者，就是爱因带人出埃及入迦南，进入上帝的国的中间。到了民数记，因伫旷野的中间，因看见遮的长老，摩西常常伫处理遮大细汉的代志，感觉真野善。伊甚至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归去互我死的较快活。上帝讲：无，我互你有70个长老，你紧70个长老。我要将我予你的神也来分属，互遮长老的身上。所以长老阁有一个责任，就是爱甲摩西共同来管理即个重担。所以长老伫旧约圣经中间，伊除了早时的即个统治者，到尾出埃及的领导者，伊伫旷野中间，上帝所予咱的使命管理者，爱甲牧师做伙来担教会的重担。所以长老。遮个长老伫以色列传统中间，因就来组成一个公会，就是遮个长老会调神的会议。
总是一直经过千多年，到伫新约，伫新约中间的长老，上帝的心意就是爱互遮个长老对公会中间进入到教会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。上帝爱互遮个长老伫教会中间来做伙来起做耶稣的身躯。所以伫新约圣经中间有差不多将近20集的圣经集，拢是咧讲起着遮个长老。我用五个道，来解说。头一个长老就是爱来领导，领导就是爱来治理教会。提多书第1章第7节，这是现代中文译本。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，做上帝的管家，应该无可指责，必须不傲慢、不暴躁、不酗酒、不好斗、不贪财。所以长老伫教会中间，爱做领袖，就爱来领导治理教会。第二个爱辅导，辅导就是爱牧养教会。彼得做使徒，尾仔做教会长老，伊伫彼得前书第5章对长老安尼来勉励：要牧养上帝所付托你们的羊群，甘心乐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为酬报而工作，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。所以做一个长老嘛爱牧养。咱伫教人教会，咱的长老有做部长的，嘛有做区长的。部长爱做事工，区长爱甲牧师做伙来牧养，来做甲小组长做伙来关心咱教会的会友甲羊群。因为这是上帝所定的旨意。第三爱教导，教导就是爱来装备教会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2节，咱做伙用华语来读。教会领袖必须无可指责，他只能有一个妻子，他为人要严肃，能管束自己，生活有规律，乐于款待异乡人。他必须善于教导，伊爱会当教导。这个教导毋是讲教圣经，伊爱会当装备人的性命，互人会当行出真理，活出圣经所爱这个生命，这是教导。所以爱来装备教会，爱用教导。第4项就是爱来引导，引导就是爱来主持教会。咱的长老教会上高的就是开会，咱拢知影长老拢就真爱开，毋是真爱开，真需要开会，真无闲在开会。总是开会中间来决定咱教会真侪真重要的事。譬如讲，伫《使徒行传》15章，等保罗甲巴拿巴因出去传福音转来，因互外邦真侪人受洗礼做基督徒。总是因咧讨论，遮外邦的人有需要行割礼无？需要甲犹太人共款行割礼无？真奇妙，上帝无透过信心甲伊讲 yes or no， 上帝互因去开会。互因去讨论，所以15章第6节，使徒甲长老因就开会讨论即个问题。尾仔彼得起来发言，然后使徒即个长老雅各徛起来决议，讲有4项的事毋通，就是袂当拜偶像的物，遮的血甲奸淫，甲遮的叫勒死的牲畜，勒死的牲畜，这4件事毋通做以外，所以咧无将即个割礼来派互遮的外邦受洗基督徒。所以对迄阵到今日，即个决议到今日有完有效，仍然有效，就是当时长老们所开的会，所达成的决议。那迄阵讲爱受割礼，咱当想看卖，今日咱受洗礼。然后牧师行洗礼，长老搁带去行割礼，这是真复杂、真麻烦的事。第二就是爱来宣导，宣导就是爱来代表教会。伫《使徒行传》20章，保罗对以弗所遮个长老，甲因温群来勉强，来甲伊勉励讲，恁着爱家己谨慎，嘛爱为着信心所交互恁的羊群来谨慎，爱牧养上帝教会。为什么爱谨慎？你一个人爱谨慎，你伫外口的时阵嘛爱谨慎，因为咱是代表教会，咱是代表耶稣基督，所以咱即礼拜有即个开中会，咱有代表长老代表咱的教会来参加伫中会的会议，这拢是一种的代表。咱的长老伫社会也是为着教会做代表，咱伫逐所在，毋是伫教会那定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社会，伫咱的国家，咱拢做教会的代表，所以耶稣基督的代表。所以伫新约的中间，咱看见领导就是爱来
即个治理教会，辅导就是爱牧养教会，教导就是爱装备教会，引导就是爱主持教会，甲宣导爱来代表教会。所以做一个长老有简单无？无简单，吼，做一个长老无简单，但是教会有需要长老无？吼，咱真需要有长老，吼，因为只有教会有遮个健康的长老，吼，有臃肿的长老，才有健康的教会，才有臃肿的教会。所以咱也真正爱好好来学习。总是咱会当看见伫教会历史2000年的中间，即个长老的发展，吼，佫有一个真长的发展。特别即个中间，互咱看见的就是即个权。做长老有权，总是即个权，有时阵用伫好的所在，对教会有帮助；总是对用伫歹的所在，互教会受到败坏。咱看见伫初代教会，遮个使徒彼得、雅各，甚至约翰，因尾啊拢诚做长老。即个长老的传统到第1世纪，因互诚做即个教法的教父。所以因对即个上帝的圣经的道理教示，拄则拢所看的。治理教会、装备教会、主持教会等等的，因拢做真好的工，留来真水的见证，互后代人来学习。总是遮个教法的受到人的尊重。尾啊，到伫中世纪、第5世纪以后，遮个教会开始来发展教法的，佫有 bishop， 佫有主教，佫有教皇。做一个长老变做皇帝，变做是皇帝。所以咱看见遮个主教、遮个教皇，因的衫一个比一个搁较糟蹋了染水，因的椅仔一只比一只搁较大，因座位一个比一个搁较悬。所以诚做一个长老，开始咧争权夺利，吼，就是会当控制教会，吼，高高在上。教皇甲上帝共款大，教皇讲的话等于是上帝讲的话，这是中世纪的教导。所以整个教会拢伫人的即个独权的下面，吼，亲像即个中国的皇帝共款，吼，一人高高在上。总是这毋是圣经的真理，因为遮个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将圣经拢将伊藏起来、关起来、锁起来，无互一般的会友来读圣经。所以到16世纪的时阵，宗教的改革，有遮个改革者，因开始重新来翻译圣经、印圣经、教导圣经。将圣经的真理讲，人伫上帝面前拢是平等的，人伫上帝面前拢会当祭司，拢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。你毋免透过遮个主教，毋免透过遮个神父来替你祈祷，毋免透过玛利亚来替你祈祷，毋免透过彼得将你的祈祷带到上帝面头前。你会当奉耶稣的名来祈祷。总是遮个改革者，当因重新咧翻译圣经的时阵。将遮个圣经中间真侪教导来创因家己的教派，然后有家己的教制。所以呢，有长老会，有遮个门徒会，有遮个圣公会、卫理公会，有遮个圣洁会，吼，开圣义会，吼，遮个改革宗，吼，路德会等等的，真侪教派，家己照圣经的解说，家己设一个教派，将遮个教制传入去。然后进入17世纪的时阵，就开始来做即个海外的宣教。宣的即个教，毋单是基督教，吼，佫是因的教派的教。啊，阮是长老会，阮来宣阮的长老会；阮是浸信会，吼，阮就来宣阮的浸信会。总是也诚侪有真侪神学，伫200年前开始有遮神学辩论，有自由神学，吼，有即个现代神学，有即个福瑞神学，吼，有即个无共款的神学，从教派变成学派。教会中间犹原有真侪遮个隔绝。总是伫100年前，即个灵恩的运动开始产生，将遮个教会中间遮个教派，将遮个学派一的来互因真大刺激。所以教会中间伫即个灵恩对即个反对到渐渐有即个接受，到今日所咧追求就是爱平衡，爱平衡。所以教会咧走迈向的就是一个普世的合一。伫天主教。因一直拢真合一，对过去12000年来，拢是大公教会，咱即个使徒圣经，我信教会，共同的教会，是即个大而公的教会，是一根的教会。所以天主教，到今日犹原是一根的教会。总是遮个较现代灵恩的教会，因也咧超找
就是即个特会，吼，通过无共款的教会做伙伫遐来敬拜。伫咱较福音的，吼，伫即个福音派，吼，较保守的，吼，教会也是通过普世来敲锤合一。即几十年的中间，吼，教会中间咧敲锤合一。伫教会中间，吼，无啥物人较大，无啥物人是头，大家伫上帝面头前拢是共款。所以咱看起教会2000年的历史，对中早一个世道所留落来遮个传统，吼，伫中世纪，吼，发展到人，吼，集权的制度，到即摆的改革，吼，甲合一，人人伫上帝面头前拢是平等，人人伫上帝面头前，拢会当受到祝福，拢会当来服侍上帝。所以咱会当看起讲，这是信心所做的工。是信心所想事合一，就是基督的身躯是教会，只有耶稣基督做教会头、教会主。总是伫咱的启示录，嘛，互咱一个意象。咱的即个长老，到伫将来天顶，还阁真重要。即个长老的积分，毋是到即个世间，甲即个世间做伙无去。长老，吼，是到伫永远，就是爱对即个带一个长老，进入到全一的长老。带一个长老伫地上有伊地上的工课、地上的服侍，所以伊爱分配伊的时间，总是将来到天顶是全心全意的服侍。所以咱会当对启示录中间第4章的第4节，互咱看见将来伫天顶的长老因的服侍，是互咱会当来学习。启示录第4章第4节安尼讲，24个。伫即个座位的四周围有24个座位座位，伫中坐着24个长老，身穿白衫，头伫金的冠冕。这个长老因伫天顶拢有一个位，即个位代表是啥物意思？座位代表这个长老因的地位，代表因受到的尊重，代表因的资格。这个座位也代表因伫天顶是一个专职的服侍，是无人会当来取代的。所以咱做长老也好，做牧者也好，咱做执事也好，传道也好，咱做一个教会会员也好，咱拢爱来学习，就是爱来专职来服侍上帝，互咱会当脱离地上这个大职，渐渐来进入到这个专职。然后身爱穿白衫。白衫代表圣洁，代表清洁，代表咱的罪得到耶稣完全的赦免，咱已经会当来赢过这个罪恶，无过来沾染这个污秽、垃圾，咱的已经通过耶稣的宝血，已经甲咱洗清去。然后头顶真的冕旒，这个冕旒代表是一个报赏，是一个荣耀，嘛是一个权柄。代表咱的性命是一个靠耶稣来得胜的性命，所以咱会当伫上帝面头前得到报赏。咱伫地上已经征战迄个好的征战，然后因有一个态度，侍奉的态度。伫启示录第4章的10节甲11节，讲这个长老因伫天顶拢是拍拜，拍伫即个座位的头前，羊羔的头前。天主教因的训练遮的神父，嘛是爱拍拜，伫教会中间的拍拜。咱今日无即种拍拜的服侍，总是这毋是讲咱人拍咧涂骹若定。拍拜互咱的意义，搁较是互咱爱谦卑、爱屈家。今日咱的会前的牧师带咱读经讲，路加福音14章的11节讲，自高的要降互伊低，自卑的要升互伊悬。上帝爱互咱爱学习谦卑，就是爱亲像拍拜共款 ，fall down 伫上帝面头前，无骄傲，无看家己。然后，才伫天顶永远的长老，因的性命是一个基督的性命。启示录第5章第8节讲，这长老因摕琴甲香的炉，伫即个羊羔的头前伫遐服侍。即个炉内底的香，就是信徒的基督。信徒的基督，所以咱做一个服侍者，要专职来服侍，咱基督的性命真重要。咱是毋是有信心？咱对上帝是毋是有倚靠？做一个长老的，真重要就是伫基督中间去经历着上帝。
为病人来祈祷，为伊来抹油；为欠亏人祈祷，为心无平安人来为祈祷。所以不管是牧师也是长老，拢真需要替人来祈祷，因为这是上帝所予咱的使命，用祈祷来起造的。所以咱看起伫将来的天顶，咱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永万的教会。真侪人讲长老教会是咧念讲长老教会，念做长老教会。讲长老教会就是又长又老，叫做长老教会。当然这是误解。有人讲长老教会，就是拢咧讲政治。长老教会拢咧讲台语，其实长老教会毋是讲台语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咧讲母语，讲母语，用你的母亲的语言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咱长老教会有17种的语言，伫遐来敬拜上帝。长老教会毋是来插政治，甚至话讲长老教会拢民进党的。长老教会是为着来关心社会公义、国家的公平，甲人民是毋是有行公义、尊人民谦卑甲上帝同行，所以爱来回应，爱来出声。对着社会中间不公不义的事，教会应该爱来发声，爱来关心。这拢是真侪对长老教会的误解。总是咱真侪长老教会，真重要就是爱有上帝话。上帝神甲咱充满伫咱的教会，充满伫咱的长老，充满伫咱的每一个会员的心中，互咱当因神来热灵。问题书稿有3条，头一咱会当来思想，有倒一位的长老，也是牧者，是上值得我一世人好好来尊重。这个牧者也是这个长老，伊对我的性命有甚物款的影响？第二项，伫咱长老所组成的小会，这个小会真重要。伫上帝心的中间，有啥物重要的意义？甲遮会托上帝互咱的交托的使命。后一代的长老，也是对咱中间爱来选出来，咱就爱安怎来甲因栽培，安怎互因有遮的长老的能力甲特质，互因当来做好的工，照圣经新约也好，旧约也好。甚至伫教会历史的中间，会当来完成上帝调咱的使命，互咱将来伫天顶会当永远来服侍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拣选阮会当成做长老教会的一份子。阮拢感觉成做长老教会的会友是一个应该的事，因为对宗教改革，对2000年前的初代教会。3500年前的摩西，上帝，你通过长老的制度来引带人对地上的国离开，进入到伫上帝天顶永远的国。主啊，你予阮伫地上的学习，要进入到伫天顶永远的侍奉。主啊，愿上帝，你予阮除去阮一切自尊骄傲，互阮当用谦卑的态度侍奉你，用祈祷来起造阮的性命，互阮会当。得到上帝你的意爱，会当受上帝敬重，一世人全家会当来服侍你。主啊，今日也是阮会员召开好会日子，感谢你，互阮真做家人的教会的会员一份子，也愿上帝互阮每一位做会员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来关心参与伫教会的起造，互阮会当对教会中间来看见上帝所调阮的使命。这个时阵，我要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做阮信仰的告白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。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